2026年6月22號17，老奶奶坐落喺我哋用咗10年積蓄買落嘅精裝客廳入面，飲緊我沖嘅頂級大紅袍，語氣好似宣讀聖旨咁。間組屋賣咗320萬，全部都俾你細佬陳子豪買分流。由下個禮拜開始，我搬過嚟同你一齊住。老公陳子墨即刻猛咁點頭，好似驚死慢咗半秒咁，然後先至定轉頭，帶住一絲哀求同不安望住我。阿秦，媽年紀大啦，你話呢？我放低手中嘅筆，望住呢對母子，佢哋眼入面係期待，係理所當然，唯獨係冇一丁點尊重。我笑咗，笑聲好輕，但已經足以震碎呢個平靜嘅客廳。真係咁啱得咁巧，陳子墨。我拎起台上嘅一份文件，指尖輕輕點住上面嘅鮮紅色印章，緩藏嘅批文啱啱批咗落嚟。後日我就要出發啦。周桂蘭嘅表情即刻凝結住，大紅袍嘅茶幾乎滲咗出嚟。緩藏去邊度？一個女人仔去嗰啲窮山惡水嘅地方做乜？把聲即刻尖起嚟，好似俾人踩親條尾嘅貓。我將份批文攤開喺台面，等佢睇得一清二楚。西藏阿里地區為期1年嘅城市規劃支援項目級別高，待遇好，係我職業生涯入面難得嘅機會。陳子墨終於反應過嚟，快步走埋嚟，一手揸住我隻手，語氣入面充滿慌張。阿秦，你唔係講笑蝦嗎？你幾時申請㗎？咁大件事點解唔同我商量？我抽翻隻手，平靜咁望住佢。你咪又係冇同我商量？間組屋係媽嘅，冇錯，但賣咗嘅錢俾細佬買樓，你見我滾唔着。但要搬嚟同我哋一齊住，侵佔嘅係我嘅私人空間，影響嘅係我嘅生活質素。媽您知㗎，我做嘢嘅性質需要安靜，而且我習慣夜瞓夜起。我哋嘅生活習慣真係夾唔到。周桂蘭打斷我，聲線陡然提高8度。我搬入嚟住會阻到你啲乜？你係我新抱，服侍我係應份㗎。再講，我住得陳子豪屋企咩？佢嗰度幾逼人啊！你呢度8四呢大屋，多我一個人住又有咩問題？我深吸一口氣，未嚟得切開口，陳子墨就搶住做和事佬。媽，你唔好嬲，阿錢講嘅都有道理嘅。更何況間屋房多，再講子豪就嚟結婚，間屋嗰邊又點啊？我截斷佢嘅話，語氣變冷。間組屋賣咗320萬，加埋子豪手頭嗰20萬，夠喺郊區買間唔錯嘅分樓啦。點解阿媽能硬係要攞呢筆錢去填市中心學區房個氹？周桂蘭理直氣壯。子豪睇中咗市區一間學區房成600幾萬，爭好遠啊！呢300幾萬只係首期，我哋得呢個細仔未結婚，做父母嘅唔幫手邊個幫啊？我笑咗，目光掃過陳子墨，佢心虛咁低低頭。陳子墨，我哋結婚5年，呢間屋首期你屋企出咗30萬，我出咗80萬，按揭你每個月還12000，我還8000，裝修家私電器全部都係我屋企人幫手嘅。我每講一句，陳子墨嘅面色就白一分。你細佬結婚，點解要搭上我嘅下半世？佢要買600萬嘅樓，係佢能力嘅問題，唔係我嘅責任。周桂蘭拍台企起身，蘇秦，你講呢啲係咩意思？我哋係一家人，你嫁入嚟就係我哋陳家嘅人，幫兄弟係天經地義。你而家扣住啲錢，搞到子豪結唔成婚，你想我哋陳家絕後呀？媽，我冇扣錢，啲錢唔係已經喺人手度啦咩？我平靜咁回應，我只係話，既然你決定犧牲組屋嘅養老保障，全力支持細佬，就唔好再嚟打攪我嘅生活。我指一指嗰份緩藏批文，呢個係國家項目，我已經簽咗約。如果反悔要俾違約金，仲會影響我將來嘅事業發展。陳子墨急咗，阿蠢唔得，你唔可以走。我一個人點得㗎？媽搬入嚟，邊個照顧我？我攤開手，呢個就係你一定要面對嘅問題啦。既然你先斬後奏應承咗阿媽嘅安排，咁喺我離開呢年半嘅時間，你就要自己承擔起照顧阿媽嘅責任。空氣好似凝結咗，周桂蘭面上寫滿錯愕同官怒。陳子墨就一臉俾人背叛嘅無辜。後日朝早8點，機場等你送我機。我講完就起身返咗書房，上埋書房門嘅瞬間，我全身嘅力氣好似被抽乾咁。我叫蘇秦，今年32歲，係城市規劃院嘅骨幹。我由細接受嘅教育係獨立自強，一路以為婚姻係兩個成熟個體嘅極強，係共建美好。將來直到嫁俾陳子墨，我先至發現我嫁嘅係一個盤根錯節嘅家庭，一個吸血大師聯盟。陳家係典型嘅重男輕女家庭，
周桂蘭生咗個女嫁得遠，所以將所有期望同資源都傾斜晒俾兩個仔，大仔陳子墨同細仔陳子豪。但實際上陳子豪先至係佢心頭嗰塊肉。陳子墨雖則係長子，喺屋企嘅地位不嬲都好先㗎。由細到大關咗純，從關咗犧牲自己嘅利益去滿足阿媽同細佬。5年前我哋買樓，我屋企出咗大份，陳家只係象徵式出咗30萬，周桂蘭仲要美其名曰：你哋係大佬，要做細佬嘅榜樣，付出多啲係應該㗎。婚後陳子豪3兩日就嚟黐餐黐車，甚至黐錢。有一次我拎到一筆豐厚嘅年終獎，周桂蘭知道之後，第2日就上門話陳子豪做生意周轉唔到，叫我借10萬話就話借，其實就係攞。我當時拒絕咗，理由係筆錢要攞嚟進修。結果周桂蘭喺客廳坐咗成個下晝，呷住口話自己命苦，話我個新抱心狠，睇住細佬就快破產都唔幫手。陳子墨喺隔年猛咁勸我：阿秦，阿媽唔容易㗎，就當幫下子豪啦。佢以後會還嗰一刻，我心寒咗。我為呢個家付出一切，竟然連支配自己辛苦得嚟嘅錢嘅自由都冇有。嗰時開始，我就默默咁為自己籌謀後路。我意識到，如果我唔夠強大，唔建立自己嘅防火牆，遲早會俾呢個家庭吞噬。半年前，院裏面組織咗面向全國嘅援建項目選拔，其中包括嗰個難度最高但回報都最豐厚嘅西藏阿里城市規劃項目。我毫不猶豫咁遞交咗申請。呢個項目對外宣稱係援狀，聽落偉大又辛苦，但實際上待遇係普通人工嘅3倍，仲可以攞到極高嘅政治榮譽同事業都升資本。我一直冇同陳子墨講，就係等一個時機。而今日周桂蘭同陳子墨親手為我創造咗呢個絕佳嘅時機。佢哋以為我係個任勞任怨嘅家庭主婦，係個可以隨便搓圓撳扁嘅新抱。佢哋錯晒。第2日屋企雞飛狗走。周桂蘭一朝早就要巡視呢間佢就快入住嘅屋，仲帶埋陳子豪同佢個未過門嘅未婚妻夢娜，成家3口好似地主點算財產咁。夢娜係典型嘅都市女仔，打扮時髦，但眼神入面透住精明同算計。佢指住我個衣帽間同周桂蘭講：媽，呢個衣帽間太大啦，子豪啲衫都冇位擺，等人搬入嚟將阿秦嗰啲衫收埋，呢間房可以做子豪嘅書房。周桂蘭笑到見牙唔見眼，對，就係咁講。阿秦一個女人仔要咁多衫做咩？梗係子豪嘅書房最重要啦。我捧住生果盤由廚房出嚟，聽到呢番說話，隻手差啲揸唔穩個盤。夢露，你搞錯啦！我行過號，語氣平淡，但帶住不容置疑嘅威掄力。第一，呢間屋我先至係主要產權人。第二，呢個衣帽間係我嘅私人空間，冇我嘅允許，任何人唔准入去。第三，子豪如果要書房，可以考慮喺郊區嗰間分樓度安排。夢露面色一沉，冇諗到我敢當面驅，佢定轉頭望住周桂蘭求救。周桂蘭即刻跳出嚟：阿秦，你咩態度啊？夢娜就快嫁入嚟，係我哋陳家嘅人，你就唔可以大方啲？大方可以，但唔可以踩我底線。我將生果盤放喺台面，直視住周桂蘭：媽，你要搬入嚟住我，歡迎，但請明白呢度係我嘅家。唔係您同子豪嘅家，我嘅生活習慣，我嘅物品擺放，人冇權干涉。你係咪要趕我走？周桂蘭嬲到成身震，我冇趕人走，係領個仔要留領住㗎。我望向陳子墨，佢正匿埋喺廚房門口扮聽唔到。陳子墨，你出嚟！我叫道。陳子墨先至死死地氣行出嚟，望下阿媽，又望下我，成面為難。阿秦，你講嘢唔好咁衝。媽係長輩，長輩就可以隨便決定我嘅生活空間同行業規劃。我冷笑一聲，既然你哋一家人都覺得為咗子豪嘅婚事犧牲我嘅利益係理所當然，咁我都要維護我嘅利益。我行到梳化前，拎起一份房產證副本，上面我個名排喺陳子墨之前。呢間屋嘅按揭仲有20年，由我走嗰日開始，我1毫子都唔會再俾。周桂蘭同夢蕾嘅面色即刻變晒。阿秦，你咩意思？你想叫陳子墨一個人供樓啊？周桂蘭驚呼。我點頭，既然我離開年半，享受唔到呢間屋嘅便利，咁所有家庭開支自然由留低嘅人承擔，包括按揭管理費、水電煤氣同埋您嘅雜養費同生活費。陳子墨呆咗，佢每個月12000嘅按揭，而家要孭埋我嗰份8000，即係2萬。佢月薪稅後先至3萬鬆啲，再扣埋生活費，根本所剩無幾。
阿秦，你唔可以咁㗎，你走咗就唔理頭家啦咩？陳子墨哀求道：我理啊，我指住我嘅批文，我為祖國邊疆做貢獻，呢啲係大愛。至於頭家，我只能講邊個留低享受，邊個就要承擔責任。我望向周桂蘭媽祖屋嗰320萬，你係咪已經全部過咗俾子豪？周桂蘭心虛咁避開我嘅眼嘴，梗係啦，啲錢已經入咗子豪戶口，呢次首期夠晒數，非常好。我滿意咁點頭，咁我就放心啦。至少祖屋賣咗嘅錢唔係用嚟交我嘅按揭。我定轉身望向陳子墨，語氣帶住一絲警告：陳子豪，你最好諗清楚，如果我走之後你還唔到按揭，間屋俾銀行收咗，首期同已經還咗嘅錢就凍過水。仲有呀，夢聊，你哋既然咁關心呢間屋嘅歸屬，就請記住，如果陳子墨還唔到按揭，作為產權人，我有權決定呢間屋嘅去留。陳子豪同夢露嘅面色已經唔止難看咁簡單，佢哋終於意識到呢個平時沉默隱忍嘅女人，一旦發起狠上嚟，竟然咁難對付。周桂蘭好快就調整策略，開始打感情牌，想用親情同道德啃姦我。阿秦啊，你睇下，你幾好嘅女仔，點可以話走就走㗎？你走咗，陳子墨一個人幾孤單，兩公婆邊有長期分開住㗎？佢拉住我隻手，擠咗幾滴眼淚出嚟。媽，我唔係長期分居，只係為咗事業發展去做嘢，1年半啫。我禮貌咁抽翻隻手。您成日話男人要以事業為重，女人都一樣㗎。但係呢份工太辛苦啦。西藏呀，幾凍幾高啊？萬一身體出問題點算？你係唔顧家啊？媽，您放心，單位有最好嘅醫療保障，而且今次係院長親自點名，對我意義重大。我拎出行李室，開始全正式式咁執下衫。其實重要嘅文件同資料一早準備好。陳子墨終於意識到問題嘅嚴重性，拉咗我入房，低聲下氣咁求我：阿秦，我求你唔好走得唔得，為咗頭家喎，我同媽講，叫佢唔好搬過嚟，叫子豪住返祖屋頂住先。我望住佢，眼神冰冷。子墨太遲啦，你嘅決定已經做咗，你阿媽同細佬已經踩碎晒我嘅底線。我早就同你講過，我需要獨立嘅空間，需要被尊重。但你呢？你永遠只係諗住息事寧人，只係諗住令你阿媽同細佬滿意。我只係唔想你難做咋。佢死撐，你唔係唔想我難做，你係怕你阿媽難做。我揸到，你怕佢嬲，怕佢喊，所以寧願犧牲我嘅利益去維持你表面嘅孝順同太平。而家我做出咗我嘅決定，我冇怪你，亦都冇同你嘈交，我只係平靜咁接受咗你哋嘅安排，然後做出咗我嘅應對。我行到佢面前，語氣堅定：陳子墨，我俾你2個選擇。第一，你而家同你阿媽講，祖屋啲錢係養老金，一定要收埋子豪嘅分樓，叫佢自己諗辦法。你阿媽唔可以搬入嚟，佢可以住祖屋或者租樓，咁我就取消援狀。陳子墨即刻擰頭：唔得，啲錢已經俾咗子豪，阿媽點會肯攞返？佢會激到病㗎。咁第2個選擇，我目光逐利，我後日走，你留喺屋企自己面對你阿媽、你細佬同埋每個月2萬嘅按揭，你做好心理準備。呢1年半你會過得非常辛苦。阿秦，你係咪譴罰我？佢面上寫滿不公。唔係，我係保護我自己，我閃上行李黐。呢個係你為自己嘅軟弱同不負責任付出嘅代價。如果你能夠喺呢段時間入面，真係學識點樣做一個老公，點樣承擔起一個家庭嘅責任，或者1年半之後，我哋嘅婚姻仲有得救。但如果你做唔到，如果你搞到頭家亂晒龍，如果你還唔到按揭，咁等我返嚟，我哋就離婚。我將離婚協議書嘅草稿放喺床頭櫃上面。陳子墨見到嗰份文件，鐵底崩潰。佢知道蘇秦從來都唔係講下，就算佢衝出去同周桂蘭理論，但佢嘅聲好快就俾周桂蘭尖銳嘅喊聲淹沒。逆子，你為咗個女人想激死你阿媽啊！我靜靜咁聽住外面嘅喧嘩，內心一片平靜。我必須離開，唔單止係為咗避開呢場荒唐嘅鬧劇，更加係為咗等同陳子墨之間嘅關係進行一次徹底嘅重建。外面嘅戰火越演越烈，周桂蘭嘅喊聲越嚟越大，好似一針專業嘅戲碼。阿秦啊，你係咪想逼死我哋孤兒寡母啊？你一個女人仔走去咁遠做咩啫？你根本就係想撇甩我哋陳家，想等陳子墨一個人孭晒啲按揭。好，等你返嚟霸住間屋。陳子墨嘅聲帶住哭腔：媽，
你唔好再講啦，阿蠢唔係呢個意思，佢就係呢個意思。周桂蘭嘅聲帶住歇斯底里嘅憤怒，佢就係嫌棄我，嫌棄子豪就係見唔得我哋陳家好。我話你知啊，蘇秦，你夠膽走，我就死喺呢間屋度，等全世界都睇下你個新抱點樣唔孝順。我打開門，平靜咁行咗出去。周桂蘭見到我即刻收聲，目光充滿怨毒同威嚇。你想用死嚟威嚇我，我好遺憾。我行到客廳中央，目光掃過陳子墨、周桂蘭、陳子豪同夢驢4個人。首先請你搞清楚，我今次去援藏係國家項目，係光榮使命。我唔係去淌世界，亦唔係去玩，而係為戰意奮鬥，為國家做貢獻。其次，陳子墨係寧個仔，供養寧係佢嘅責任。我作為新抱喺婚姻存續期間已經盡咗應有嘅責任。而家我唔喺屋企，呢個責任自然由佢嚟承擔。至於組屋啲錢320萬，係寧同爸辛苦咗成世賺翻嚟嘅。寧完全可以攞住呢筆錢喺郊區買間細屋，或者租間舒服嘅公寓安享晚年，而唔係將所有錢都掟晒俾一個未結婚嘅仔，然後嚟吸大仔嘅血。周桂蘭嬲到嘴唇發白，你胡說，呢啲係我嘅錢，我想俾邊個就俾邊個。寧嘅錢，寧有支配權。我點頭，但寧唔可以喺支配完自己嘅財產之後，再要求犧牲我嘅財產同空間，為寧唔合理嘅決定埋單。我望向陳子墨，佢呢刻好似個被點咗穴嘅木偶，完全唔知點算。陳子墨，聽朝早8點，我必須準時出發。如果你唔送我，我會自己搭車去機場。如果你想挽救我哋嘅婚姻，喺你阿媽搬入嚟呢年半入面，請你一定要處理好所有家庭事務，準時還清按揭。我走之後，我間房嘅鎖匙我會帶走，我嘅個人物品，任何人唔准掂。如果我翻嚟發現有啲乜嘢損壞或者唔見咗，我會追究法律責任。我嘅說話每一個字都好似公子咁喺周桂蘭嘅心頭。佢終於意識到蘇秦今次係嚟真㗎，唔再係以前嗰個唯唯諾諾為咗家庭和睦忍氣吞聲嘅新抱。夢雷突然陰陽怪氣咁開聲：阿秦姐，你係咪一早諗住走㗎啦？係咪喺出面有人啊？所以先揾個緩床嘅藉口避出去啊？我冷冷咁望向佢，夢露，你仲未嫁入嚟，請你注意你嘅用詞。如果你再胡言亂語，我會即刻報警，以分部罪起訴你。你最好管好你把口，免得因為你把口連累到子豪嘅婚事。夢露被我嘅氣場震亂住下，意識咁退後一步。我唔再睇佢哋任何一個人，定轉身返咗房。我必須走，我要等佢哋知道，一個家庭嘅穩定靠嘅唔係一個女人嘅隱忍同犧牲，而係所有成員嘅尊重同付出。我將所有房產證、銀行卡、存折同工作合約全部鎖入夾萬，set 咗個複雜嘅密碼，又 send 咗條信息俾律師，一切按計劃進行。若我走後3個月內按揭出現逾期，即刻啟動程序。我就賭多陳子墨對我仲有愛，全賭佢唔會眼睏近睇住我哋共同嘅財產俾銀行收走。我更喺走周桂蘭同陳子豪承受唔住失去我呢個免費保姆同提款機之後生活巨大嘅落差。夜深，陳子墨敲響咗我房門，聲帶住哭腔，滿係悔意同恐懼。阿秦，求下你唔好走。我打開門，望住佢皮軟嘅面，語氣平靜。我唔可以唔走，呢個係我嘅工作，亦都係我嘅尊嚴。你如果愛我，就支持我。喺你阿媽同細佬面前，你揀咗退讓，而家請你揀我。佢冇言以對，佢知道自己已經失去咗選擇權，只能眼白白睇住我離開，甚至唔敢想象冇咗我，佢要點樣面對第二日就搬入嚟嘅阿媽同細佬。我望住佢，心中冇一絲能呢個係佢自己造成嘅局面。記住我嘅話，如果按揭斷咗，我會毫不猶豫賣咗呢間屋，然後同你離婚。我將最後嘅威嚇釘俾佢，然後衝上房門。聽日就係我重生嘅日子。第二日一早，我提前出門，冇俾陳子墨送我嘅機會。我知道如果見到佢痛苦嘅樣，我可能會心軟。我打咗部車直接去機場。喺登機口，我 send 咗條信息俾陳子墨，我走啦，照顧好自己，亦都照顧好呢個家。然後熄咗電話，踏上咗飛往西藏嘅航班。飛機起飛嘅一刻，我透過舷窗向下望，城市好似一塊塊落高積木。我感到一種前所未有嘅輕鬆同自由。我並唔知道我離開之後，陳家上演咗一場幾咁精彩嘅鬧劇。周桂蘭帶住陳子豪同夢露
拎住大包細包嘅行李，喺上晝10點準時上門入伙。一入屋，周桂蘭就開始指揮。陳子墨將阿秦房入面嗰啲瓶瓶罐罐全部收埋，睇見就左眼。將你細佬嘅電腦台搬入去，以後子豪就喺度辦公。陳子墨猶豫咗一下，媽，阿秦講過，佢間房唔俾人入，佢算老幾啊？呢度係我嘅家，我搬入嚟住就係我話事。周桂蘭氣嗔弄張，陳子墨硬住頭皮去定我睡房嘅門柄，發現鎖咗。媽，阿秦拎走咗條鎖匙。佢搶家咁講，周桂蘭塊面即刻黑晒，反咗天啊！防邊個呀？同我撲爛道鎖。陳子墨唔敢撲，佢知道如果撲咗阿秦返嚟，一定會拆天好講，解講先至勸得住周桂蘭。媽，子豪，不如你哋住客房先啦，客房大陽光又好。周桂蘭唔情唔願咁應承咗，但新嘅問題好快就出現，佢唔識用屋企所有嘅智能家電。我屋企嘅洗碗機、掃地機械人、蒸烤焗爐都係我喺外國精心揀嘅，操作界面全部係英文，仲要啟特定 app 先用得。周桂蘭平時淨係用最簡單嘅電器，根本唔識操作，想用電飯煲煮飯，發現要用手機揀米種同口感，想用熱水爐，發現要用星控。中午，周桂蘭指望陳子墨煮一餐豐富嘅午餐，陳子墨去同我做個紅燒肉，再煲個雞湯。但陳子墨平時喺屋企連廚房都未入過，所有飯菜都係我煮，佢只能硬住頭皮打開雪櫃。我走之前已經將所有新鮮食材全部掉晒，剩低幾包急凍水餃。媽，屋企冇餸，唔識去買啊！陳子墨即刻跑去附近嘅超市，等佢返嚟已經係1個鐘之後。周桂蘭同夢聯餓到肚扁，怨聲載道。阿秦呢個女人心機太重啦，佢就係特登報復我哋。周桂蘭嬲到拍台。仲有一件事令陳子墨更加崩潰，佢第二日返工先發現我已經將屋企所有繳費方式轉晒做自動轉賬，而且全部都係扣佢張主卡、按揭管理費、水電煤氣費，連我每月為屋企訂嘅鮮花同咖啡豆嘅費用都一毫不差咁由佢戶口扣數。我冇停止呢啲享受型消費，只係將埋單嗰個人換成佢。陳子墨望住一條條扣數信息，個心滴緊血。呢個月啱啱出糧2日，就剩低唔夠1萬蚊。佢即刻走去揾周桂蘭，媽，你快啲俾啲組屋嘅錢我啦！呢個月按揭同生活費我周轉唔到啊！周桂蘭面色一變，胡說八道，組屋啲錢係俾子豪買樓㗎，1分都唔喐得。你1個月揾3萬，點會供唔起樓啊？媽，而家按揭係2萬㗎，而且阿秦走之前將所有開支都轉咗去我卡度啦。陳子墨就嚟崩潰。周桂蘭同夢蕾面面相考，終於明白蘇秦嘅援狀根本唔係逃避，而係一場精心策劃嘅反擊。陳子墨嘅生活徹底亂晒龍，日頭返工俾上司鬧，因為精神唔好做嘢，成日出錯。夜晚返屋企，面對嘅係周桂蘭同陳子豪無休止嘅抱怨同苛索。周桂蘭嫌佢煮嘅嘢難食，陳子豪嫌佢冇時間車，自己同夢樓去睇樓。夢樓甚至嫌棄屋企 WiFi 信號差，影響佢睇直播。陳子墨，我同你講，如果你解決唔到按揭嘅問題，子豪同夢聯嘅分樓就泡湯㗎啦。周桂蘭再次施壓，媽，我真係冇辦法啦。我問同事借咗少少，但下個月點算？再講子豪嘅分樓點解要我負責？陳子墨終於爆發，周桂蘭嬲到講唔出話。媽，您當初點解要賣咗間組屋啫？嗰筆係您嘅養老錢嚟嘅，而家好啦，啲錢俾晒子豪，佢連樓都買唔起，仲要嚟我度住。同我添煩添亂，呢係陳子墨第一次敢用呢種語氣同周桂蘭講嘢，佢嘅喊鬧都失去咗效果。佢發現陳子墨而家比佢更焦躁，根本冇時間理會佢嘅眼淚。就喺陳子墨頭痛欲裂、功能崩潰嘅時候，我 send 咗條信息俾佢，附帶一張我喺西藏阿里地區影嘅雪山相片。相片下面寫住：呢度好靚，陳子墨，你還好嗎？陳子墨見到信息，即刻好似揸住救命稻草，即刻回撥我電話，但收唔到，只可以打字。阿秦，你返嚟啦，我錯啦，你頭家冇你唔得㗎，我阿媽就快逼到我單啦，下個月按揭我真係還唔到呀。我冇覆佢，直到1個禮拜後先至回咗1通電話俾佢。阿秦，你終於聽電話啦，你知唔知我就嚟死得㗎啦？陳子墨帶住哭腔，我好好，我把聲好平靜，帶住高原特有嘅清冷。呢度信號唔好，我淨係可以周末出到縣城先打到電話。你快啲返嚟啦！我阿媽話要搬去子豪度住，
但子豪同夢露嫌棄佢，仲話你走之前將屋企啲錢都撈走晒。我冷笑一聲，我撈走咗啲乜？我帶走嘅只有我嘅衫同工作資料，至於錢全部都喺你卡上自動扣數啫。如果你覺得呢筆開支唔合理，你可以 cut 咗佢。我唔敢 cut 啊，cut 咗按揭就斷供噶啦。阿秦，你究竟想點啫？你係咪想離婚？我仲未諗清楚。我話陳子墨，你而家終於知道一個家庭嘅運作需要幾多錢同心力未？我知啦，我真係知啦。阿秦，你原諒我，我以後都唔會再要你受委屈噶啦。而家講呢啲太遲，我語氣堅定，你必須去為你之前嘅行為負責。你唔係想知我要點樣先肯返嚟咩？陳子墨即刻話：你講乜我都應承。第一，你必須同你阿媽同子豪講清楚，組屋筆錢一定要收返一部分，作為你阿媽嘅養老信託基金。呢筆錢子豪唔可以用。第二，你必須同你阿媽細佬劃清界線，以後屋企任何決定都必須由我哋兩公婆一齊商量，而且我有最終決定權。第三，如果你可以順利捱過呢半年，而且準時還清所有按揭，我會考慮提早結束項目，最遲半年後返嚟。如果我做唔到呢？陳子墨緊張咁問。如果你做唔到，按揭斷供，我會即刻啟動法律程序，賣咗間屋，然後同你離婚。我毫不留情咁講。陳子墨沉默咗，佢知道呢個係我俾佢嘅最後通牒。好，我應承你，我一定做到。佢幾乎係咬住牙關講出呢句說話，收咗線就即刻衝返屋企。陳子墨返到屋企嗰陣，屋企正一鍋粥。周桂蘭因為陳子豪拒絕俾佢住分樓，正喺度大發雷霆。夢妮喺隔籬陰陽怪氣咁挑撥離間。子豪，你阿媽都咁樣啦，你唔可以講句說話咩？佢賣咗組屋俾你買樓，你而家咁對佢。陳子墨質問細佬：子豪，你就唔可以俾阿媽住一排？陳子豪唔耐煩咁話：阿哥，你唔好講得咁輕鬆啦。夢妮話：阿媽嚟咗我哋屋企住，我哋兩個就唔使過日子噶啦。再講組屋啲錢只係首期，按揭仲要我自己還，壓力幾大啊！陳子墨聽到呢番話，個心鐵底涼透，組屋筆錢一定要攞返嚟。佢突然話：咩話？周桂蘭、陳子豪、夢妮三個人都震驚咗。我話組屋嗰320萬一定要攞返連擺萬出嚟，作為阿媽嘅養老信託基金。陳子墨重複一次，把聲唔大，卻帶住前所未有嘅堅定。周桂蘭即刻又喊又鬧：陳子墨，你 D 咗呀？嗰啲係俾子豪買樓嘅救命錢嚟㗎，救命錢！陳子墨冷笑：媽，能將自己嘅養老保障全部俾晒子豪，然後指望我同阿秦養，人能覺得公平咩？而家阿秦走咗按揭，生活費全部壓晒喺我一個人身上，我連唞氣嘅機會都冇。佢指住周桂蘭：你而家住嘅呢間屋係阿秦俾咗大部分錢買㗎，如果按揭斷咗間屋俾銀行收走，我哋成家人都要瞓街。陳子豪同夢妮嘅面色青到嚇人，終於意識到陳子墨唔再係以前嗰個任人擺布嘅軟皮蛇。子豪，將啲錢轉過嚟。陳子墨語氣不容置疑：阿哥，你唔可以咁㗎，我間屋嘅訂金都俾咗㗎啦。陳子豪慌晒：嗰啲係你嘅事。陳子墨鐵石心腸：如果你而家唔轉，我會即刻諮詢律師，告你非法侵佔父母嘅養老資產。到時你唔單止會冇晒啲錢，仲會失去阿媽嘅信任。佢知道陳子豪最驚嘅唔係冇錢，而係失去周桂蘭呢個提款機。最終喺陳子墨嘅強硬態度下，陳子豪讓步，轉咗200萬去佢戶口。陳子墨即刻將筆錢存入我指定嘅信託基金戶口，並設定咗嚴格嘅提取條件。周桂蘭望住筆錢飛走，心如刀割，但已經唔敢再鬧。佢知道阿秦嘅離開令呢個家失去咗平衡。而家陳子墨成咗新嘅掌權人，接下來嘅2個月，陳子墨嘅生活雖然辛苦，但漸漸有返晒頭數。佢學識咗煮飯，學識咗打掃，學識咗管理家庭開支。佢請咗個鐘點工人俾周桂蘭，避免咗婆媳之間嘅直接摩擦。更重要嘅係，佢第一次體會到我嘅井難。佢每日都會 send 信息俾我報告屋企嘅情況，語氣由一開始嘅抱怨慢慢變成感激同思念。阿秦，我今日喺廚房企咗3個鐘，先煮到一個勉強食得落嘅餸。以前你每日收工返嚟仲要煮飯洗碗，我真係太混蛋啦。阿秦，我阿媽今日話等你返嚟，佢唔會再干涉我哋嘅事，話屋企嘅事都係你話事。
我睇住呢啲信息，知道呢次我嘅目的達到咗。其實我並冇真係喺西藏阿里地區，我嘅項目係喺西藏一個中轉城市，為期半年嘅遠程規劃支援工作。環境雖然辛苦，但遠遠冇周桂蘭想象嘅咁惡劣。我每日工作8個鐘，其餘時間都係睇書進修，同埋豪佢操控我嘅家庭革命。半年後，我苟延承諾，向單位申請提早結束項目，帶住一身榮譽同全新嘅姿態返到我嘅屋企。我返到屋企嗰日，屋企窗明幾正，陳子墨親自下廚煮咗成枱餸。雖然賣相一般，但味道竟然唔錯。周桂蘭坐喺客廳見到我之後，收起晒往日嘅盛氣凌人，甚至帶住一絲小心翼翼。阿秦，你返嚟就好，路上辛苦啦。佢遞咗杯溫水俾我，我接過水，講咗聲唔該，望向陳子墨，佢瘦咗成個圈，但眼神入面充滿堅定同成熟。阿秦，歡迎返屋企。佢走過嚟，俾咗我一個大大嘅擁抱。呢個擁抱比過去5年任何一個擁抱都要真誠。當晚，我哋坐喺書房進行咗一次徹底嘅暢談。去援藏呢半年，我終於明白，你對我一直以嚟嘅愛，都係建築喺我嘅付出之上。陳子墨坦誠咁講，我以前太軟弱，係以為順住阿媽就保得住頭家嘅和平，卻唔知道咁樣係犧牲緊你嘅利益。而家我將組屋筆錢分咗2份，200萬做咗信託基金，確保阿媽嘅養老，剩低嗰份20萬，全部過返俾子豪，等佢做分流首期。佢而家自己孭住按揭，都唔敢再好似以前咁大事。阿媽而家住喺客房，有鐘點照顧。佢平時淨係喺客廳活動，唔會再入我哋間房同書房。佢拎出一份家庭協議，上面寫住家庭重大決策權歸蘇秦所有，按揭生活開支共同承擔，但必須尊重蘇秦嘅事業發展等等條款。陳子墨，呢份協議你係認真㗎？我問，我發誓。佢認真咁望住我。阿秦，我失去過你一次，我唔想再失去第2次。我愛呢個家，但我更愛你。我心入面所有嘅堅冰喺嗰刻徹底融化。我伸手攬住佢，好，我相信你。但記住，如果再有下次，我唔會再俾任何機會你。家庭嘅權力確確經過呢場援藏風波，徹底反轉。我唔再係嗰個忍氣吞聲嘅新抱，而係呢個家嘅掌舵人。周桂蘭知道，我而家擁有隨時離開呢個家嘅能力同底氣，亦都擁有令陳子墨承擔一切後果嘅決心，所以對我充滿敬畏。陳子豪亦喺巨大嘅按揭壓力下收散咗穩心，開始努力工作。佢知道再都唔可以指望大佬大嫂嘅接濟。我回歸工作之後，憑住援藏嘅資歷順利升職，成為歸化院最年輕嘅副院長，收入水漲船高，社會地位亦都越嚟越高。而陳子墨亦因為獨當一面處理家庭危機嘅能力，獲得單位領導嘅認可。週末，我哋一家人坐喺餐台前食飯。周桂蘭唔再淨係掛住陳子豪，反而會主動夾餸俾我，問我工作順唔順利。阿秦啊，你今次去援藏真係同我哋陳家爭光啊！而家啲鄰居個個都知你係有大本事嘅人。我笑咗笑，冇同佢講，我援藏嘅真正意義唔係為咗同陳家爭光，而係為咗我自己爭一個光明嘅未來。我哋曾經面臨嘅家庭危機係好多現代家庭嘅縮影。喺傳統觀念同現代獨立女性價值觀嘅衝突之中，往往需要一場徹底嘅變革，先至能夠達到新嘅平衡。我嘅援藏就係呢場變革嘅導火線，佢令我看清咗婚姻嘅本質，亦都令我嘅丈夫明白咗責任同尊重嘅重要性。餐後，陳子墨主動去洗碗，佢望住我笑住講：阿秦，以前你成日話我好似個未大透嘅細路，而家我終於知道點樣做個合格嘅老公啦。我行到佢身邊，輕輕拍下佢嘅膊頭，唔遲。窗外陽光正好，我望住眼前咁和藹嘅景象，心中充滿滿足。我用一場看似荒唐嘅逃離，獲得咗家庭嘅尊重，實現咗自我嘅價值。呢個先至係真正嘅贏家。